首是147首，147首。这首呢，有点饶舌哦，敢若在绕口令同款。咱来读一下歌名好无？你兼有就君子，互伊洗清气，洗清气。咱来搁来一遍啦哈歌词的部分啦哈。你兼有就君子，互伊洗清气。兼有细伫羊羔的保惠，兼有专心靠主得到称义，兼有细伫羊羔的保惠。第二节顺续来读一遍歌词啦哈。你兼有日日行甲救主相通，兼有细伫羊羔的保惠，救主替咱赎罪，实在真妥当。兼有细伫羊羔的保惠，那照那个罗马拼音哈，这细，无共口音啦。这个罗马拼音，姓氏内面的罗马拼音是用水清气保血和这保惠哈。这个所在歌词的部分第二段歌词里面咱兼有日日行伫救主，行甲救主。相通，台语的这相通这个所在注意歌词的部分。好，那请思颖老师来从头来哦。唱得真好啊，很好。这首诗歌真久无吟总是今仔日无说，讲这首歌真好听，真水。咱来吟每遍诗哈，因为这首每遍诗那个曲调无啥共的，甲387首的曲调无共。咱来练一次388新声诗388首，388首，荣光归圣父上帝。将来呀。
天归心悲伤悲，眼光相加相惜，三位一体，在地底，在地底，将来也永远地底，不求不尽。阿门，阿门。好，请大家闭心来敬拜阿拉。两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搁一届咱三角组织要来学罗咱的上帝。咱来唱第一首诗歌，什么会使我心情？什么会使我心情？几乎主耶稣的无畏。什么会使我心情？几乎主耶稣的无畏。上帝顺转有过，我心灵开学路，拢无怕迷通过。几乎主耶稣的无畏。第一站，咱搁一届。什么会使我心情？只有主耶稣的无悔。什么会使我心情？只有主耶稣的无悔。上帝顺转有过，我心灵开学路，拢无怕迷通过。只有主耶稣。第二站，我请兄弟来吟。
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满过主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满过主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满过主天。将一切荣光归于咱的爸上帝。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是稳定的主，你引带阮行稳定的路。主啊，阮知你予阮的应允，永远拢袂变。主，求你继续来带领阮的脚步。你是我的主，引带我行正路，坎坷也变路，拢是你的保护。万人的其中，你听我紧选我，因无变我的灵魂，只是人你的祝福。一步搁一步，拢是稳定的路，你听的手，有着我的脚步。一步搁一步，拢是远方的路，你听的手，带我行这条人生路。一步搁一步，拢是稳定的路，你听的手，有着我的脚步。一步搁一步，拢是远方的路，你听的手，牵我行这条人生路。你是我的主，伊带我行正路，坎坷也变路，拢是你的保护。万人的其中，你听我紧选我，因无变我的灵魂，只是人你的祝福。一步搁一步，拢是稳定的路，你听的手，有着我的脚步。一步搁一步，拢是远方的路，你听的手，牵我行这条人生路。一步搁一步，拢是稳定的路，你听的手，有着我的脚步。一步搁一步，拢是远方的路，你听
同心来祈祷。主啊，愿伫你的内面，阮永远来宣告，你是阮的主，你带领阮的一生。阮不管是平顺还是坎坷的路，你拢来引带阮。主啊，你是疼的主，你是稳定的主，你是三位一的主，你信心时时扶持来带领阮。主啊，愿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我用诗歌来敬拜来学乐，愿要搁较紧握住你的心。主啊，求你来带领阮，带领阮的脚步，互阮日日会当灵命来进步。主，愿感谢你，感谢你，阮安尼敬拜学乐，愿你来接纳，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坐。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恁着感谢这个上帝的上帝，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恁着感谢万主的主，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各位兄弟平安。咱即摆献开圣圣诗131首。人若拄着忧闷悲伤，时时
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主宰，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君王。阮要伫日邦中学罗你，伫万民中感谢你。你的慈爱大过天，你的信实到万代。阮要永远敬拜学罗你。主啊，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看顾这世代的百姓，赦免阮的一切过犯，因为阮拢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求主，你赐互阮坚定的信心，赢过所有的试炼，互阮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行伫上帝的道路内面。这时，阮要也为着教会来祈祷，求主赐福陈牧师、林牧师正中职同工，有智慧甲能力，同心合意管理这个大家庭，伫遮做光做盐，互教会成做祝福的人的所在。感谢主，搁一摆恳求主，你拄去正人心内忧伤，医治阮的病痛，照顾每一个人的家庭、工作、事业一切顺利。阮来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咱来掀开新圣喜后壁面体验文19，新喜后壁面1033页，我来刻恁来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愿无上主的殿院，甲要分去。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寿。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打扫的山谷，拢变做水泉。因愈行愈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这声，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予咱恩惠甲阳光。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咱即马要请少年团体来献诗。
感谢少年团体献诗吼，咱应该是吼，虽然讲是因较年长，但是人唱歌嘛足活力的。咱应该是足侪人拢爱，无论是年长，无论是拢徛出来侍奉教会遮复兴。啊，即马来献开圣经。约翰福音第5章19节到30节，伫109页。第19节，耶稣就应讲：“我实实甲恁讲，囝若毋是看见爸行，就家己袂惊啥物，因为囝若爸所行的，囝也是安尼行。因为爸疼囝，将本身所行的拢总互伊看，也要将比遮个较大的所行的互伊看。对到恁奇怪，因为亲像爸要互死人起来，搁互伊活，囝也是安尼互伊所爱的人搁活。因为爸也是无审判人，独独用审判的事拢交代囝，要互众人拢尊敬囝。亲像尊敬爸，无尊敬囝的人，就是无尊敬找伊的爸。我实实甲恁讲，听我的话，也信找我的，就有永活，袂到受审判，是已经出死入活啦。我实实甲恁讲，时要到，现在就是啦。死人得要听见上帝囝的声，也听见人的要活，因为亲像爸。伫本身有活命，伊也是安尼，互囝伫本身有活命，搁互因有权通审判，因为伊是做人子，目的掠即个最奇怪，因为时要到，囝若伫亡人下要听伊的声才出来，行好个搁起来得到活，行歹个搁起来受审判。我家己袂做啥物，我照所听见来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义，因为我无求家己的意思，就是求找我的意思。咱现在来信仰告别，请起立，使徒经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水17日出世，就本着彼拉多入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堂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即马请本堂的牧师陈国成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得救的宽平。弟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个月也是咱台湾民俗的农历的7月。等嘛有可能大家会收到一个来讲，今年这个孤魂野鬼这个咱所讲的好兄弟，因无要来啊，因为来到人间爱隔离14天，等于搁隔24天，所以剩2天收的这个这个金纸钱无够。因讲来开会，所以无要来啊。所以感谢主，今年咱大家应该是7月时，应该是做平安，本地咱7月时就当做平安每一日咱拢是平安的日。特别咱伫顶主日青年团契甲少年团契有去到五节迄个所在，透过五节教会所带领的体验教育措施，就是逆流而上咱咧行，拢无人甲咱唱，因为毋知影是毋是
人讲7月时较莫活水的吼，但是咱去拢真平安吼，真感谢主。咱明仔国小、国中陆续续要开学吼，要开学开始读册。咱特别嘛为遮个开学的细囝、青少年为因祈祷。大学可能会较慢吼，到9月中才有开学。求主因带带领咱教会遮个青年遮个青少年，帮助因面对新的学业，面对新的学期，面对功课，帮助因行伫信仰的路中，路上的顶面。咱真感谢主。咱等下礼拜中间咱有2个团契要来放这个影片，咱敬请期待吼。所以咱顶礼拜主题，礼拜题目叫做一件好事。但是咱今仔日上帝予咱2件好事，应该讲3件啦。咱上天有显示，等下咱有团契的影片，要甲大家三角来分享。愿主帮助咱。伫2020年，虽然咱拄着疫情，但是主予咱应该是超过2件好事的祝福，予咱同心来祈祷。天父帮助阮，予阮伫人间要真惊吓的日，总是阮靠着信仰，阮每一日拢是平安，拢是欢喜喜乐，拢是有主你的恩典来款待阮，你的福气赐福伫阮心上的日子。主，阮感谢阿罗你，阮今仔日三角组织伫主你的圣殿，伫这教会的内面，阮三角敬拜上帝，来阿罗主，来荣光主，相时来强守圣日，掠上帝，掠阮的信仰做要紧。愿主你施阮所有，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可能咱有看过伫网络。看见一篇的故事，叫做《固执的神父》，固执的神父。刚才这是几年前我所看见的一个故事。伊讲有一个古城的内面，一个古早的这个城镇，有一个礼拜堂，有一个神父。这个神父伫伊的身上有真侪神业奇事。有一日落大雨，开始淹水，这是一场真罕见的这暴雨暴雨，所以伫这大水开始淹这街路的时，这神父伫礼拜堂祈祷，伊祈祷就讲：主啊，如果大水来，你来甲我救。当大水慢慢淹到这骹头污的时，淹到这骹头污的时，哇！这神父抱伫教会条底遐，讲：主啊，求你来救我。这时阵。有人过着这个小艇这个小船来到教会门口，来到教堂的门口，讲大声甲神父讲：神父啊，较紧起来哦！这水真大你会去冲去哦。这个神父讲：不要紧，我相信上帝一定亲自来甲我救，请你先去救别人。但是这个大水呢，哪来哪大，哪来哪大，这个神父只有爬去你这个岛顶，讲：主啊，求你来救我。这个时阵有这个警察开着救生艇来，甲伊讲：神父啊，较紧起来哦！这个咱气象报告哇，大水来哦！这雨该落足久哦，请你紧起来。但是这个神父讲：我有祈祷，求上帝亲自来甲我救，请你先去救别人。这个神父意志真坚定，伊相信上帝一定会来甲救。最后，神父的下场会安怎？请咱继续来听落去。当已经淹到这个教会拢要淹去的时，神父爬去到厝顶，伫遐讲：主啊，你一定来甲我救！主啊，来甲我救！但是呢，这时阵有直升机来，有直升机来到礼拜堂的顶面，救生员这个救生员甲这个腿甲这个绳啊绑了，讲：神父啊，紧起来哦！你会去大水冲去哦，但是这个神父真紧张，讲我要固守教堂，上帝一定亲自来甲我救，亲自来甲我救。最后呢，会安怎？最后这间教堂哇，大水冲淹满，神父因为安尼嘛淹落伫这大水的内面，上帝差派天使，甲伊的灵魂接到天顶，
若是媳妇真生气，看到上帝讲：上帝啊，你较会无来甲我救？上帝讲：有啊，我派一只船仔去甲你救，你都无爱，你都无爱上船。第二届我派这警察快艇去甲你救，你嘛无爱上船。第三届我已经派直升机到船的顶面，你嘛犹原无爱来上船。我当作你想要来到我的身边，着急要来到天堂，所以我只好顺你的心愿。这是一则吼的网络的这个故事，叫做《固执的幸福》。刚才这是一个笑话，总是咱拄着困难的是咱来思考两件代志。对着安尼事，咱来思考两件代志。第一，就是讲上帝的亲自出现。当你拄着困难的时，上帝真正会对天呢伸一只手来救你吗？第二是讲上帝是毋是会派天使来救我脱离这个困境？咱的信心咱的信仰虽然非常的重要，总是咱若有时亲像这个固执的幸福，咱想着讲主，你一定亲自来甲我救，也是讲我一定要等着上帝的恩惠。但是，咱对这个故事来看，上帝已经予你有3届的机会，予这个媳妇有3届的机会，总是伊无把握掉的。有时咱嘛亲像安尼，讲主啊，你一定爱来甲我救。总是有时上帝找摆边仔的天使，以及逐项的事来提醒咱。所以讲，咱做一个基督徒，咱随时爱准备好有进入天国进入天堂的准备。路加福音书12章，耶稣用一个譬喻讲，有一个财主，伊有财产真多，伊心内想讲，我这册吼收成真多，无够藏要安怎？要甲原来的册仓甲伊拆掉，搁起一座较大来底这个册这个五角。总是耶稣讲，你的灵魂你检测有遮多的财物来积住，有遮尔多的物件，互你开会，总是今仔日你的灵魂要归伫什么人？你的灵魂要交互什么人？意思讲，人拢会发生着无通有测的灾难。耶稣讲，愚妄的人今仔暗时毋知会发生什么的代志。有时灾难检测伫半暝来发生，应该是讲随时有可能会拄到这个灾难。所以咱爱将咱的灵魂交伫主的手中。当咱看见主的时，是咱灵魂得救的时，嘛是转去到天的主家的时。哥林多后书5章1节，保罗有讲到，讲咱伫地上，那亲像住伫帐篷内帐篷里面，转去到天家，则是咱转去到咱永远的家。咱是伫地上暂时的旅客。刚才有人来到地面上，你有50年、70年、80年，甚至有人活到90外岁。最近有一个新闻讲，台中上悬上悬人类116岁啦。天啊！我想主啊，真哪活遮久，佮身体佮真勇健所以有个人可能来到世间只有几年，甚至有人几日，有个人几点钟。我相信有一寡的长辈讲因拢捌有这个经验，就是囡仔饲袂大汉，因为迄阵的医疗食物拢无真好。其实真侪宣教师因伫宣教的所在，有时因的岁数嘛袂真悬你像宣教师嘛活无真久因为拄伫遮伫台湾宣教，拢有当时热病、热病、疟疾、伤寒意思来讲，伫遮所在环境适应了，有时袂真好包括天气的炎热饮食等等遮的，所以因伫宣教的所在，其实活袂真久啦。但是有诶活较久，总是平均来讲是岁数拢无真长。所以咱想讲这为主做工的人，上帝哪无互伊搁较侪的岁数？总是咱想就讲上帝是公平的。我伫
我去看过宣教师的梦吼，也有真侪迄囡仔，吼囡仔，迄有个囡仔有梦杯，有个囡仔无梦杯，迄就是吼宣教师伫当地生个囡仔2岁3岁，我无法度。但是迄梦杯有诶写了真感动。你先比阮较早去，咱伫天堂，伫遐三角见面，吼，你是阮真宝贝诶细囝，但是你嘛是上帝所疼诶细囝。虽然你无法度我无法度请养你大汉，总是伫天诶祖家，咱会三角见面，吼，看到迄写诶迄一个囡仔吼，安尼会梦吼，写咧安尼梦杯，感觉真感动吼，佮用言语写诶吼。所以求主帮助咱知影上帝公平，在伫日头嘛照好人，嘛照伫歹人诶心肠。上帝互雨水落伫义人，嘛落伫不义诶人诶心上。这是马太福音5章45节，甲咱讲，咱诶主伫遮是公平。信主诶人无一定你会减少灾难，但是有一项你爱确信，就是人诶灵魂信主诶人，你诶灵魂会得救，是耶稣手中有得救诶即个权柄。耶稣是天父想赐互人类诶即个救主。所以今仔日甲咱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耶稣用我实实在在甲恁讲，听的人你着注意。当咱知影讲耶稣用即句话讲的时，就是表示咱爱认真来听。耶稣甲咱讲，圣经甲咱讲，囝无法度确定家己做甚物，但是伊是讲明圣囝因为看见天父所做的，所以圣囝有缘有即个能力，通做遮的事，就是爸所交托予伊的事。这个用现代的意义来解说，就是讲天父已经授权，天父已经授权给耶稣了，没有人可以侵权。咱即摆拢有一个什么版权所有，这个版权就是咱袂当去侵犯人家的版权，无会用告，会用罚钱。上帝将这个权柄已经交托予圣囝耶稣基督，所以伫伊的心上嘛要显明爸上帝的疼，所以耶稣的告我是圣爸天父的工，嘛是互圣囝耶稣所佩服的使命。所以告我的权柄是要来担当救赎世间的工作，这嘛流露出圣囝所做，要比这个搁较大的代志，就是耶稣成做审判官。所以，只有审判官爱得到人的学乐、称赞、甲尊敬。约翰福音5章23节甲咱讲，要互众人拢尊敬囝，亲像尊敬爸；无尊敬囝的人，就是无尊敬找伊的人。第二项事甲咱讲，信耶稣脱离即个死亡。2010年2010年。8月5號，伫智利發生一件真奇蹟的災難，礦災。伫這個礦坑內面發生公安的意外，造成33位即個挖礦的人待伫咧內底，差不多深甲600外公尺的所在，遐無光線，嘛無水，嘛無食物，佫真無夠的所在，因安然竟然度過69日。了後，全部拢得到救。地面的人，即个親人着急不安，等待，迄是人心的煎熬啦，伫遐煎，伫遐69日是要安怎经過？通过救援的人，伫咧8月6號就開始展開救援的行動。要安怎救？其實無法度救。伊講原本要為即條路落去，結果若講。挖到一半放棄，因為講若閣落，佇土骹底人，即個土若放落去，哇，會閣較嚴重。所以大家想真多的辦法，連智利的總統嘛趕緊轉來到現場，閣真多遮個官員來到現場，講咱得盡咱國家的力量來救即33位待佇土骹底遮個礦工遮個礦工，哇！所以因就開始展開即個救援的工作，伫8月23號有甲遮一寡的水，一寡的食物，送到因的手中。而且呢，有遮個影像講，哇，這33個人攏真平安，因
伫咧即个避难处吼，因为即个矿坑吼，即个崩坑内面有当时因会挖一寡吼，即个避难的所在。那亲像咱咧行崩坑的时，其实边仔有一寡救生的通道哦，吼。所以咱看到讲即件代志，伫意外发生到第70天的10月13号，当时半暝啊，凌晨12分，吼，第一名的矿工已经救出来啊，吼，到迄天的暗时21点钟56分，就是暗时9点56分，第33位的矿工嘛救出来，哇！这33位拢完全救出来，哇！第二，这国家哦，大家真欢喜。哦，大家庆祝哇！真感谢上帝，真感谢主，互即个因即个灾难会当平安。后来即个代志，吼，即个事件真人真事嘛拍做电影，叫做33重生的奇迹，吼，重生的奇迹。即场矿灾的意外无造成罹难者，成做国际新闻，嘛破世界的纪录。其中一位第40岁的矿工，伊分享一段讲，伫地涂骹底的生活，有上帝甲阮同在，嘛敢若有魔鬼甲阮同在，因为阮随时有可能，阮就无空气，就来离开世间。总是耶稣救掉大家，吼，是耶稣的手甲大家救掉。是这33个吼，有一个牧师讲，这33个吼，因伫矿坑内面吼，应该去做运动咧，因毋是伫遐等你来甲我救咧，因家己嘛爱保持活力咧，所以因伫遐除了水分配、饮食分配，逐个人拢分配爱公平。啊了后，安那逐个伫遐那吼爱活动，保持有这愿望吼。所以咱看到这台伫涂骹底，这33位，那亲像台伫死亡的崩坑内面。无水啊，水无够，啊，空气真无好。你用台看卖啊，好无？莫讲台伫涂骹底啦，我甲你关伫吼，房间吼，关70日就好啊。你会安怎？吼，人的精神吼，会怎迄个吼，怎无共款？所以咱看着讲，台伫这涂骹底人，因的灵魂、因的身体，吼，那亲像是死亡的中间，那亲像生命要结束。但是咱咧想看卖啊，如果若是咱拄着安尼情形，咱爱将咱的灵魂交伫主的手中，求主来带领引传。这个灾难无有影响啊，是逐个人同心合作分工的一个结果。这件代志，第二用一种的凤凰号救生艇，这个救生艇一届落救一个尔。33个送要第一个去哩，送要哪排？33个来讲，哦，我第一个，啊要安怎？一届落救一个，所以毋知会救甲吼对半暝啊救21点钟啊。当然过去70、60几日是要安怎？是去挖崩坑，佮挖互落吼，互另外一条的通道会当落去。所以咱看到地面上吼每一个百姓到总统到因的政府官员，大家拢真期待。总是伫涂骹底，这33位的矿工，因无互相伫遐抢食，互相扶持，最后达到全赢、全赢啊！的境界，打破了世界的纪录。咱过去咱的家人迄带所在嘛有咧挖矿对无？所以咱看到安尼事嘛。互相甲咱勉励，伫雨伞顶面其实嘛无有影响。教会嘛共款，咱只有仰望主来引传。其实牧师咧安排教会，也是讲要安怎互咱路州长的教会伫事工伫各方面，咱拢会当双赢，甚至会当三赢，甚至会当全赢。所以伫这中间。咱来仰望主来施恩伫咱的心上，咱看见这个矿工，这个矿工吼，因爱伫涂骹底95%的湿度伫遐过这种黑暗的日子。有主甲因伫地，迄嘛有魔鬼甲因伫地呢。
这是第2位得救的这个矿工塞普维达伊所分享伊伫涂骹底迄段的日子，叫做帮助咱。咱无法度靠咱做偌济好事来帮助咱得到救。这做行善，毋是救恩的源头，只有将你的手交伫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耶稣有得救、拯救你的这个权柄。今日的经节5章24讲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遐听我的话，佮找我的人，就永生无得到定罪。主已经为着咱出死入生，就是拯救咱会当进入永生的这个国度。圣经甲咱讲，无希望一个人沉沦，是要爱全部拢得救。圣经嘛甲咱讲，一人信主，全家要得救。这个全家是指倒一个全家？毋是全家便利商店的，是啥物？是咱的家要得到救，是咱所有路州长了教会每一兄弟姊妹，这大家庭拢要得到救。咱带入的圣诗，甲咱讲，人若拄着忧闷烦恼，但是有一句话甲咱讲，天年的欢喜就是天年的欢喜，就是咱伫天的祖家，咱会当三甲伫遐见面，新妇的过节，有时咱嘛会因为安尼过节。前台南新学院的院长王宗尧牧师咧教阮基督教伦理学的时，伊有讲一句话，讲我上烦恼咱的信仰，诚做一个绝对化的信仰，以及先立为主的一个信仰。因为你用你家己的角度咧判断的代志，你甲代志绝对化，这是一个人需要伫伦理的顶面来反省的所在。其实这个故事，另外一个版本叫做“上帝直升机”，就是讲，请上帝派直升机来甲我救。若是上帝真正有要甲你救的时，咱就爱来顺服，咱就爱完全来相信主会拯救咱的性命。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主，阮感谢阿乐你，赏赐互阮活命，赏赐互阮真实的灵魂，就是对主你来的救恩，帮助阮会当清楚明白耶稣基督就是独生的圣子，是爸上帝伫亲自，互伊有拯救的权柄，有审判的权柄，帮助阮，互阮伫行入信仰的道路，全然来相信主是阮性命的救主。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咱这条要来请同心团契来分享因顶主日的这个活动互咱会当做伙三甲来分享。平安。第一点，感谢神祝福给我们同心团契好的天气、好的心情，而且是祝福我们一路平安。第二点，感谢荣珍长老、还有小杨、还有建宇，还有玉佳他们勘察、接洽，真的很辛苦，谢谢他们。还有感谢开车辛苦的弟兄。荣珍，还有这个建宇、文珍，景福、崇文、灵儿的先生，也辛苦他们。还有一个很棒的那个翠芳姐妹，她有邀请了那个桂香，我今天有看到桂香来，我们好，谢谢那个同心团契。真的很棒，可以邀请到未信者，或者是我们需要关怀的，带到我们同心团契，一起去出游，关心他们的灵魂、生命、生活，
好，很棒，我们同心团契真的很棒，很棒，上帝有祝福。然后我们这一次这个我们去参观圣经文化园区，这些建物在旧约里面都有记载，好，有这个会幕、会堂，好，或者是金灯台、约柜，好，等等。等一下影片里面有，你们再仔细看。尤其我们看这个空的坟墓，这个是我们得救的记号，我们的心情是喜悦的、感动的，也感谢耶稣的救恩。如今救赎主仍活着，我们不再惧怕，好，生命就充满了喜乐、平安、盼望。好，最重要一点是以圣经为镜，好，可以清楚检视自己，到底是什么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影响属灵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看重内心，自我省察。求主帮助我们检视生命的光景，好，也求你透过圣灵的大能来改变我们，免得得罪上帝。好，求你把敬畏耶和华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定睛在神的计划和呼召中，帮助我们在任何的境况下都能够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好，耶稣的使命也是我们的使命。好，等一下在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好，这个跟那个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这个一样，受膏者的使命哈。这个耶稣来宣告神喜悦人的喜年，喜年就是福音救赎，神救赎的计划。等一下在影片中也有，请大家仔细看。最后呢，愿神大大祝福，坚固我们传福音的信心。谢谢。
学习之旅，玩得非常的开心，而且上帝还保守我的身体到现在还有力气。谢谢大家。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同心团家分享吼，咱即马来献开新圣诗回应诗147首，请起立。咱要请青少契短宣吼，伫五节教会来分享。你可以先放影片吗？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力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定痕。
在。你受伤的钉痕，彰显十字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感谢上帝，我本来要讲半个小时啦，但是我怕牧师很紧张，所以就一直说，看我等一下讲多久。以往青少期准备退休会啊，大概从4月就开始了。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哈，我们到5月都还不知道要不要办。5月底是差不多得要30啊吼。牧师收到中会讲要鼓励青少年短宣的公文，伊就甲我讲，咱来办一个短宣好无？我说，我毋捌办过短宣，咱教会可能最近嘛拢毋捌办过，时间这么短，我感觉足困难的。但牧师对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可以先从帮助偏乡的教会开始。”他讲了2个字“帮助”。这2个字是我最常对青少年讲的。我常常对他们讲说：你们要学着去帮助别人，将我们基督的信仰摆在生活当中。那牧师讲到关键字哈，回应上帝放在我心里的意念，还有回应牧师对福音的热忱，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我觉得很困难的任务。好，一开始的时准备阶段啊，经过同工的讨论，阮决定用音乐分享的方式来进行这边的短宣。阮拢总准备6个节目，大概有30分钟的时间，扣掉规划、联络、开会、讨论相关的事工、广告，一直到报名杂志，阮干那剩1个月的时间通
练习这个节目。分享一下圣歌队他们练习圣诞节一本诗歌，如果是30分钟，要练3个月。阮干那一半的时间，而且阮拢是业余啊，毋是圣歌队。经过1个月的练习，大家拢足有进步的。但是啊，我介句毛，我拢感觉无够好，无整齐，阁会噪音需要调整。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再增加练习的时间，为什么？因为有的大人，有的小孩，无事够事工啊，吹桥真恶吹桥。阮就无阁增加任何练习的时间。阮需要的是信心，什么信心？阮干那有这个时间通练习，歌已经选，舞已经排，然后头已经洗落去啊，就继续将伊来完成。我相信上帝的确带领阮这边的弟兄，因为是伊来感动我。上尾我分享这2天弟兄的成果。第一天就是体验教育，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朔溪哈，朔溪的那一天它是下着雨的，雨大大小小，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所以阮的心嘛呢七上八下，到底要去啊不？要不要变更行程？最后我们还是跟着行程走，恳求上帝与我们同在。然后呢，我们看到在朔溪中，大家互相扶持，互相帮赞。上帝互阮体验着什么叫做听甲分享，迄就是阮这边的主题啦吼。然后朔溪以后，我才知道那天有海上台风警报。哦，这是上帝的同在。第2天就是音乐分享加见证，阮见证有列管技术加怡娟牧师的见证。我先分享5节教会这一部分啊，他们是一个很小的支会，他没有团契，没有诗班，每个礼拜做礼拜的人数大概是30个人，增开教会。但是为着这边的弟兄，因嘛邀请侪朋友，迄天包括阮，拢总差不多有100个人参加，啊30个人变100个人。啊，阮咧，伫我来看，阮所有的节目拢练完啦，只是还袂练好，一直到前一个礼拜吼，阁会突错，迄演奏的阁分唔对。我嘛就烦恼的，但是我要用信心依靠。我相信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迄天演奏的是，无论是舞蹈、演奏、诗班，拢是阮大家上好的一天。你若有兴趣啊，我有 po 伫 FB， 你会使去看。怡娟牧师他也有 po， 就是我们的节目这样子，真的很感动。那个，尤其是我要讲带拳的部分，带拳到前一天的排练都还会错，然后他当天跟佳音合奏那个 You Raise Me Up， 我要一直听，一直重听，我觉得太好听了啊！大家赶快去听。最后我要感谢上帝带领阮这边的音乐弟兄，感谢所有加入挑战的同工，有一寡同工因为着这边的弟兄吼。特别甲伊的假排伫这2天，剩的逐天拢爱上班。有个人伊虽然无法度甲阮练，伊会伫咧厝看阮的录影，家己练。阮将听甲分享，将听分享伫5节这间教会，分享阮的诗歌甲见证。阮也为因献长的欠亏，欠偌济咧？欠1000多万。奉献一点啊，搁较重要的是，每一个同工拢伫这边的弟兄中间，阮得到成长，体验着上帝，体验着什么事，伫人袂话伫上帝，凡事拢话，将一切荣光拢归于上帝。
感谢段先的分享吼。即摆我无参加，我上年长的，我感觉讲伫即摆的内底有得到一个，迄个讲咱迄个张基燕幕部吼，因嘛有拄有来参加吼。但我感觉因足欣赏咱的，讲要搁招咱去甲伊来去因遐啦吼。我想吼，咱教会应该是有人才济济啦，应该是我多啦，无问题啦，因为上帝保守啦吼。咱即马来奉献，请奉献同工。咱只来念迄个周报头一页吼，下面金句。咱台语读2遍。开始，我时时甲恁讲，听我的话，也信找我的，就永远袂到受审判，是已经出死入活啦。我时时甲恁讲，听我的话，也信找我的，就永远袂到受审判，是已经出死入活。约翰福音第5章24节。咱即马介绍新朋友吼。我这有一张陈燕珠姊妹，做了，伊住喺三民路吼，则继续关心。咱先开周报吼，本会消息9月初6下主日联合礼拜9点，本会圣礼典主日，请大家准备心出席。第二项9月初6下主日举行9月份庆生吼，这名家己看。中间吼有我上迄落就是讲吼，林校长咯，搁一个国乡长老，这无写着。因为阮逐年吼，拢3个拢做生日，林校长咯19，阮拢9月20，所以逐年拢做生日，这是上奇妙上迄落的，上拄好的，上帝的祝福。国乡这国乡长老无写着，第3，9月初6下主日下晡1点召开定期的董事会，等同工请准备心出席。第4项，本会
信德奖学金申请的学生爱自费3分之一以上出席率。即摆开始，到9月30日止，请填写申请书甲成绩单到我办公室。国小、国中的成绩单评量方式是，爱有迄个分数啦。一般是即摆拢无分数，爱有分数证明，才看较清楚。第五，国外疫情回稳，足侪国拢疫情拢无法度控制吼，所以咱台湾嘛是爱大家谨慎，大家爱出门戴口罩吼，洗手。第六，花语堂的防疫服侍委托招待人员，用招待人员去倒。第七，每礼拜三8点，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查考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力蒙福。第八，每礼拜四上午10点，双联乐龄读经班，欢迎双联团契甲新来无道友踊跃参加。第九，每礼拜四8点，欢迎登记举行家庭礼拜，请甲叶秀兰长老联络。会个报告家己看吼。欢迎新朋友，张建宽弟兄今仔敢有来？无吼。团契消息，儿童出离号秋季社区儿童才艺班招生吼，捏塑班吼，低年级材料会，这家己看一下吼。具体消息。即礼拜探访是要拜四9月初3暗时8点，刘笃应、柯柱敏夫妇府上吼，伫永安南路2段16巷17号17号吼5楼。第二项学子升级，国中廖米乐、徐玉展高中黄世新，大学黄品仪、林以诺实践。林义峰大同新学期、甲青年甲青少年学生的适应带导。第三个，林义志弟兄啦吼，捐赠教会一批迄个福音 CD 啦吼，67.5公分的天空，免费赠送，请兄弟自由索取。第四项。台岛的事项病痛，台岛的事项大家为着大家该看，为着这病痛的兄弟姊妹来台岛。过来总会教会消息，第9月11上午拜5上午10点，台北中会大众传播事业部施工部举办主日礼拜直播研习会。邀请大家会当参加的来参加吼。以上牧师有要报告无吼？咱也请掀开马变诗388，请起立。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平安的上帝，互恁一尽诚善，
去愿恁伫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父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